平时生命人嘅旧山线复市，千般民众期待嘅，怕路系看到受起老火车头，是开124重向功夫。公级嘅老火车头，如果个用心嘅照顾，维修人员都非常重要哦。第二样嚟讲，受起火车头嘅老师傅虽然退休嘅，技术同经验啥教下来，其中也有许多客家子弟唔惊辛苦，睇牛牛嘅柴油米线，能够用无冷气嘅工作环境当中，长暖又重又精美嘅火车栏杆，虽然仲系做事做看流马路，啥非常感恩，非常满足。嗰個都看到有人啦，甩白來啊！經講等蒸汽老火車嘅結構、歷史，還有安用嘅是蒸汽火車。啲從發生檢查庫做維修人員嘅採發現，啲台鐵服務20多年，對比起家行卡路嘅蒸汽火車有動特別嘅感情。我沒有你做到慎重啊，老嘅慎重嘅。所以我話等係講坐火車，結果我辦老師啊，做敗要敗，是講個火車叫佢嚟上當好當當亮啦，哦，將個沒有你叫一叫哦，沒有你規則裝頭都彈得到。蒸汽火車歷史長久，維修無按改，除咗精美嘅廊片檢修，從其舞蹈地帶嘅網路未愛變過爭做得。做180要至少我要3點鐘到4點鐘叫啦，我用細路嘅把個螺絲當到啊，插檔插順，插低下啦，哦，全部用水氣慢慢嘅從我嘅水泵轉set變做到很強亮嘅水液，就表示個路嘅就會有細槍啦。青春要有水，一定要有。冇煤炭是青島嘅，唔好行呢啲，冇行呢啲。個有水係冇喇花。將茶鏈嘅啦，都冇好睇，就靠我腳較順快啲較過。為到呢片維護火車做調度使用，全台使用結合嘅機務團嘅時要動到努力同加批用心嘅工作，唔驚辛苦就驚冇辦法生發嘅行業。被到有問題的條路就來報考，韓國一做就做為20年。高職學校出來就落鐵路，當初每次做臨時工嘅，做差不多1年12年，考到3年嘅就落鐵路，做了已經有37年了。頭擺落嚟噶要老師傅啊，我帶人做啊，人都聽老師傅學嘅。先話真就差故障天路較發展上啦，其他就較出力較甜一啲啦，一種咧就嘅大家都係動業咪動手動業，還有動辛苦嘅事，但是客家人就有堅嘛。很多嘅堅韌不拔的精神咧如果客家人也較硬淨呢個事就全部做起來，幾乎都你客家人咪係動拖啦客人做事情都認真負責，無論到哪就做得東家嘅事情容易反擊，動作規矩將老師傅高級嘅技術經驗熟學下去。同台鐵橋下成座，每點點美術館一個百年6點。下個新聞彭景路持必定台北報道。